见王爷。可是私受圣礼，抗旨不遵，杀了白沙，这可是掉脑袋的活儿啊！要不说呢，要是没有一身胆识，还真担当不了此任呢。木匠和瓦匠，我结识的不多，得去找我那当家的，找他剃便宜头的人不少。哦，这行啊，他认识不少人呢。是吗？那只怕是切菜刀剃头，悬了。我看呢，虎姑娘，这些啊，您还是先收着吧。这您放心，他呀听我的，这事儿啊，您就交给我吧。嘿，这就好了。哎，还不快谢谢胡姑娘？谢谢，多谢胡姑娘。不用谢，不用谢，你们呀在这儿等着，我去叫我们家那口子去。哎。这也就是您的。要是换了别人，我这顿巴掌非给他拍回去不可。这就叫恶有恶报。要不您这么大的头啊，这火啊上哪儿拜去啊？哎，行了行了，刘爷活完了，您该打道回府了啊。瞧瞧，我这顿巴掌啊，倒把您给拍着了。刘爷，刘爷，刘爷，哎，快拿水来呀！哎，刘爷，刘爷，我好，刘爷，刘爷，哎呦，刘爷，刘爷，您醒醒，刘爷，刘爷。当家的，怎么了？坏了，这火发大发了！哎呀，去！真舒服！哎呦，我说刘爷，您倒舒服了，我这苦胆差点被您吓出来呀！我哪儿那么大火呀？说的是啊，一肚子糖油糊的呗。是，是那么回事儿，是那么回事儿。哎，给，哎啊，您慢走啊，哎，走好，石蛋，哎，哎，回家了。哎呦，哎，哪儿来的？哎，这可是太后老佛爷给咱们的，让你呀找些瓦匠和木匠去修前门楼子去。你知道我怕官家，哎，你揽这差事干什么呀？凡事莫沾官，沾官三分冤。瞧那点出息，就会剃头修脚。你就作吧你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事儿我可应了人家了啊！现在他们在饭馆等你呢，也好跟你说说找多少人干什么啊？我不陪你作死，我不去。什么？不去？你小子今天要是敢不去，我就把你这个剃头棚子全给你砸了！哎呦，别砸别砸！姑奶奶姑奶奶，我去还不行吗？啊！大总管，大总管，大总管，王爷来了，王爷来了！哎，王爷怎么会来呢？真的，我亲眼看见他跟虎姑娘一块儿来的，还换了身破破烂烂的衣裳。不会吧？真的，大总管来了。
张大总管，我说你快点啊！真是狗肉上不了席。哎呀，我说你倒是快点儿！你哎呦，奴才叩见王爷。哎呀，什么爷不爷呀？他呀就是个臭剃头的。你们行什么大礼呀？来，快来，给张大总管磕个头。好。哎，您别，您可别。你们俩这是怎么了？见了我们这口子，就跟见了丧门神似的。他真是你那口子？嗨，瞧你问的，我们在一个被窝里啊，都睡了好几年了，这还有错啊？对，我们都睡了好几年了。大总管，真像啊！像什么呀？来，先请坐下。虎姑娘请。倒酒。虎姑娘啊，我们啊，我们刚才是说我们有一个朋友啊，长得可真像他呀。又有个人长得像我啊，嘿，真邪门了啊！这个人是谁？瞧，就你这德行，也不会像好人的。这人呐，不是剃头的，就是修脚的，要不然呢，就是那澡堂子里啊搓澡的。哎，老爹，这怎么是歪的呀？老爹，你。您听见了吗？您看这馅儿怎么是歪的？我的姑奶奶根本就不歪。歪的，您看看，明明是歪的嘛。我怎么看的就是歪的呀？你把眼睛睁开了，这儿有箭坠儿。